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新春过后的主日一起来这边一起敬拜服侍你。主啊，我们要跟上帝密契，是因为我们得到了救恩，得到了恩典，我们要与主亲近。主啊，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跟主亲近，做主的好朋友。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主题叫一生与上帝密契啊，密契这两个字，有时候大家听得比较拗口一点啊。其实这两个字呢，在天主教的传统的灵修的话语非常多啊。密契的可能比较倾向于说一个静默的，一个道很偏远的啊，或是私下跟神的关系了啊。当然，现在这个现在的都市社会，你说我要跑到山上，我要跑到海岛，或是跑到郊外，有时候困难。其实是在我们生活上，怎么样跟神产生一种很密切的连结，这是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当我们请我们发执事带领读了这段经文我要做一点复习第一段是我们在标杆人生里面他所介绍的就是一句经文非常的简洁，也非常的开宗明义。怎么说呢？他说诗篇25篇14节说，上主和敬畏他的人做朋友。上主敬畏他的人做朋友。我们的神他爱每一个人，但是呢，他有一个对应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愿意敬畏他，你愿意亲近他，他就跟你做朋友。但是你排斥，你拒绝，上帝也不是会强扎着你，这是上帝创造人的一个本性，让人自己有自由意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主动愿意跟神做朋友，神就是用主动要敬畏他，神就愿意更亲近你，更做朋友。而且他说向他们宣示自己的约。换句话说，这些敬畏他的人，神才能将他的约那个美好的应许放到你身上。所以我们知道说约是什么意思呢？约是两方都愿意遵守。所以当一个人他没有敬畏神，你说上帝的约他的应许跟祝福，你怎么领受到呢？你没有得到那个许可嘛。所以呢，这一句话直接标明了我们敬拜上帝的真理是，我们跟神做朋友是因为从敬畏而来的。那当然，我们读了第二段经文，也解释了人为什么能够跟上帝做朋友罗马书6章6到11节这样子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救国已经跟基督同定十字架。基督徒一个最大的区别，不是说我的外观做了多少改变也许我的生活工作还有我的家庭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区别在于你对付了自己的罪，你跟过去的思想，你过去的一些人生观，你过去对偶像的一个接触完全弃绝了，你将生命重新在神面前得到一个更新这个就是基督徒跟一般人最大的不同。那我们从经文里面来说，就是说我们的救我，那个救的我已经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了。那这个定十字架不是好像抓我们去苦行了耶稣已经带领我们了，我们其实没有跟他一起苦行，只是说我愿意也一切交托，这些不好的这些罪的罪性才能钉在十字架上，一了百了了。所以他说，为的是要摧毁罪性的自我，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你知道奴隶是多可怕的事情，你根本没有自由的意志，你是被捆绑的，你是没有自由的。但是一旦被钉上去了，这些就跟我切割，不再跟我死缠烂打了。那第7节是这样说，因为人死了就是脱离罪的权势。对人死了脱离罪的权势，但是如果不被耶稣所拯救，人死了他的灵魂还是被捆绑所以呢，我们如果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个死就跟一般的死不一样。一般我们在社会听到死都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好像世界都没希望那种感觉。但基督徒对这一点有不同的诠释。所以基督徒谈死，你要超越这个一般社会的讲法。死是一种释放，死是一种
拯救了，死是跟那些最后那些不好的东西完全都洁净了，就好像你的疾病被医治了，就好像你一些死缠烂打的债务都完全被结清了，那些轻松啊，整个人完全不一样，那是基督徒在讲死的意思。好，他说，如果我们跟基督同死，我们信，我们也要跟他同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死了啊，没有希望，没有后续的，那死了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基督徒是因为有这个更重要的盼望，同死是把旧我的解除掉，但是跟耶稣基督同活。所以9节说，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不再死，死也不能再控制他。主耶稣的权柄，他的大能，他的应许就在这边，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有这样的能力。人要自己的办法，我们一般以前信佛的人说要超度，或是要进入涅槃，或是佛教他要走出一个自修的道路。只有圣经说，耶稣基督他可以超越这一切，因为他的权柄跟能力是从上帝也所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呢，第10节说，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不再死，死也不再控制他。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哈。最后他说，同样从罪方面来说，你们也要把自己当作死了。对了，如果从罪的方面死了，当然是最好啊。就好像那个坏细胞死掉最好啊，对不对？那个不好的部分完全清除掉，那这个死就有意义了。好，那基督徒因为建立在这种基础，你怎么样跟上帝走上一个好朋友的道路？你要先处理这一块。所以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为上帝而活的，我们是超越了死亡的捆绑。我们跟上帝而活，为上帝而活了。那很高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那前几天我还看到我们的那个基甸牧区的这个同工还继续在买这个标杆人生哈，表示说大家一直推广，觉得越读越有一种味道出来啊，因为他把我们圣经里面讲的东西整理的好像帮你准备的整理非常的精致哈，好像一盘非常好的餐，让你好好的享用的一样哈。那这个标杆人生，它所以会再版，而且出版了20几年了，还继续在研读，是因为它的东西是从圣经根据，而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思想。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跟上帝成为上帝的挚友，挚友的就是说亲密的，非常的亲密，不是普通朋友，是好朋友。那我们女生可能会讲说，这是我的闺蜜，对不对哈？那我们弟兄姐妹会讲什么？黑关瓦贴呗啊，那种感觉就非常的松快的，就看到他哇，整个负担都没了，因为觉得有他在我身边。那我们跟上帝怎么成为挚友呢？好，那我们在这本书里面也引用了这段经文。那很好的对照，罗马书5章第10节哈。那刚刚我们从原来的书本里面的译文跟现在中文有一点不同，我们来对照一下。第10节他说：“我们原是上帝的仇敌啦，因为你的罪的关系，跟上帝是变成对立面啦，或是被隔绝啦，或是被遮蔽啦，或是被捆绑啦。但是他说，借着他儿子的死。”叫我们得以跟他和好，然后既然跟他和好，我们岂不是更借着基督生命得拯救吗？那跟前面那个第6章有一点对应哈。那原文的就是这本书里面的翻译是比较浅一点，或是现代白话一点。他说：“我们原是上帝的仇敌，但是借着他儿子的死，他使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前面是说和好，感觉好像2个人化解了一些冲突。那这边说做朋友，那就更贴切了哈。既然成为他的朋友，我们不更借着基督的生而得拯救吗？因为等于是跟神已经建立朋友的关系，那得拯救的就变成一个水到渠成的事。
是一个不会分开的，因为已经跟神成为朋友啦。那这个拯救当然好朋友当然就是要分享啊，好朋友就一起得到啦。那这个是我们从敬拜衍生出来的。你跟神做朋友，跟敬拜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因为上帝想要成为你的好朋友。好，这一个话语没有什么奇怪，但是我们如果从一般民间的信仰或者我们认识的世界的宗教，通常一般的信仰是人在求神呐，对不对？我们看我们台湾呢，在春节很多进香团呢，哇，那个游览车哇，全台湾各个山头绕来绕去，对不对？他们就想多得一点祝福嘛。我们如果从他们的心意来讲，我们真的是要也要敬佩他们了，因为他们花那么多时间，天天跑去庙里面排队啊。但是这个角度是他们主动要去追，要去讨这个福气，要去领那个什么那个钱母。但是圣经是这样子说，他说上帝主动要跟你做朋友，那这个才奇妙，这个也是恩典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被上帝所呼召了，我们看到摩西是上帝主动找他的，基甸也是，撒母耳也是，大卫也是，反正那一些被神所看重的，不是他自己去摸索去找，突然间发现一个真理说，哦，原来上帝是我可以追求的，而是神主动来找你，因为他想成为你的朋友，而且跟你建立亲密可靠的情谊。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上帝看不见，他要跟你做朋友，怎么样显示呢？你怎么样跟上帝成为一个好朋友的关系呢？我们再回到一般好朋友的互动就好了。第一个就是时常交谈，你常常有话说，对不对？你跟你的朋友一年到头都没有通过一次电话现在那个讯息很方便，对不对？至少你还贴个一个早安午安嘛，对不对？那你不交谈，你怎么会产生涟漪呢？那我们最重要是时常跟上帝有交谈。所以我们基督徒认为认识上帝并爱上帝是我们最高的荣幸，是一种感到非常无比的光荣的事。所以你愿意认识上帝、爱上帝。最近我们知道，从去年选举之后呢，台湾呢，以前是网红，是专门在做一些游乐的或是那些好玩的事情，现在连政治也都变网红了，对不对？大家春节大家一直这样子排队，想要领一个红包，里面只有1块钱，好高兴排了5、6个小时，因为他们觉得好像被这个政治明星好像跟他接个面握个手，觉得心中好像充满了光荣感。我们连政治人物或是这些影视歌星这些艺人，我们都想要跟他认识的。那你会不会觉得跟神认识是很荣幸的事情，是很恩典的事情，很祝福的事？你要先领受到这种荣誉感嘛，这个荣幸感。所以呢，同样的这个对比，上帝看到你认识、爱慕他，也是他最大的喜乐。所以请记得，我们这些年轻朋友，你的父母亲听到你一通请安的电话，他多大的快乐，心中那天晚上就很好睡，多吃一碗。为什么呢？因为你爱慕长辈，你关心长辈，即使问一下说最近好不好，他都觉得很大的喜悦。上帝就是这个心意，你愿意渴慕爱护他，认识他，是上帝最大的喜悦。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去体会跟神的关系呢？我们说敬拜嘛，我们跟上帝做朋友嘛。那上帝看不见，你怎么样去感受呢？就这句话跟我们说的，你邀请他参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在唱诗歌，你在做你的工作，你在写电脑程式，你在煮饭，你在运动，你在田里耕作。当你感受、意识到说神是跟我同在的，上帝是临在我里面的，那这样的概念
就是无论你在做什么，都在花时间跟上帝相处。记得前几礼拜我们讲到一点，就是说，当你的专业、你自己的才艺充分发挥啊，帮助别人、造就别人，或是让别人得益处，或是让你的公司得到很好的一个业绩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恩赐的发挥，也是你敬拜上帝的一部分。那我们就可以说，整个敬拜的那个范围、范畴，那个领域是宽广的，不是局限在一个外在的形式啦。我们都知道，刚刚我们提起到你跟好朋友在聊天交谈，春节刚过，你也许见到你的多年不见的同学，或是你回到你老家跟你邻居，一聊就聊不完啦。有时候这个半夜了还聊不完，那就会觉得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啊？讲不完话题太多可以讲的。哇，特别是讲年轻的时候、小时候的事情哇，讲的真的是彼此互相吐槽都可以，但是就讲得很快乐、很舒服。为什么春节大家喜欢找朋友呢？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好朋友难得见面，所以那种兴趣非常热络。所以呢，我们跟好朋友交谈的怎么样？话题不绝啦，兴致高昂。那不知时间的飞逝，时间一下子就过了。所以你从这个好朋友的一个感觉出发，你怎么样跟上帝保持这样的关系，那就是对了。所以我们说跟上帝交谈，你祷告会不会觉得祷告索然无味呢？还是会觉得说好像一五一十啊？台语有一句话叫叮不叮当，有没有听过？好像什么事情都跟上帝说。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些妈妈你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愿意把他所有的事情、好事、糗事都讲给你听，你会觉得很幸福，对不对？因为什么事情无话不谈嘛。那我们跟上帝就是要达到这种境界，达到这种关系。上帝不是让你掩饰一下，把自己好的摆在前面里面的那个污秽都不敢讲。其实上帝就是像你的父母亲一样，你怎么样把自己的软弱摆在神面前，这才是被医治的开始嘛。你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才是你得到能力的开始嘛。那好，我们这样可以对比刚刚谈的，就知道说，敬拜我们的礼拜不只是一场聚会，让你去参加。好像我们11点开始敬拜赞美了，那12点半以前结束了，好，敬拜没了，我就开始不敬拜神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态度。我们前几周还在提到说，我跟神的关系，我的敬拜是一生的事，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是活的祭嘛，我们这个活祭是活的当然就是有变化有高有低，有起有伏有可能跌倒再爬起来那情况怎么样一直保持那种高昂的状态？那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一生的功课。好，那刚好这前几天呢，听到我们长老教会尊敬的高俊牧师过世了，在2月14号礼拜四那他享高龄90岁，如果我们台湾的岁已经是91岁许多人都知道高牧师他的事迹了特别是像牧师这种年纪，有经过整个民主运动的时代，那高牧师带领我们长老教会走过那些惊涛骇浪，走过很多非常大的一个责难，但是平安的度过了。所以高牧师可以说是从长老教会跨出连一般的社会都敬重的人物，那真的是不简单，因为他不只是努力参与的，而且还为此受苦。所以我们很少说有一个牧者大家无意义的尊敬的，因为做人总是有人会对你某一个方面有意见嘛那高牧师是大家所敬重，包括不同的政党。那刚好春节前高牧师的大女儿叫做黎香，跟他先生是明雄牧师，从台东的太麻里有一间新香兰原住民的教会，特别开车过来台南，为的是要看他的过年的时候看他的爸爸妈妈。
那刚好他女儿也送了一盒喜饼，因为他的女儿就女儿的女儿哈要结婚了，下个礼拜，他来看他，那我们才知道说原来高牧师呢之前有大概一年或者半年的时间，被女儿带到他女婿那边新香兰教会照顾，因为那边很安静很清幽，当然有时候会减少一些不一样的人去干扰了，但是因为要到台东的马偕医院看病很不方便哈，因为他年老这几年身体真的有点不舒服了，所以就在几个礼拜前就送回台南，就安排了我们在台南有基督徒经营的这个德辉院，就是我们的一个安养中心，会非常高等级的哈，很舒服的管理很好，服务很好的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纪念的一个安养中心照顾，因为高牧师娘也很软弱了，身体也不舒服，但是又来或送回到台南之后又去住院，到新楼医院住院。那好不容易就一个最后一个疗程结束，那在大概是13号左右，就回到德辉院，想要跟牧师娘会合休息。那没想到隔天呢，中午还好好的，还精神很好，但是傍晚的时候好像吃了东西了那就老人家早一点休息，那就在睡眠当中被神召去天家了。那大家很怀念他，所以在网络上很多，特别是牧师这些群组，很多人在写纪念他的文章了哈。那这个是高牧师老年的时候的照片哈。他在在15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3年前哈，他还80几岁了，还扛着十字架照相哈。表示那一天这个十字架是在我们总会在庆祝150周年的时候一个纪念的十字架。那这个是我们在一个为台湾受苦的时候，抬着一只十字架绕全台湾的一个行动哈。那是他那个时候还体力还不错哈。那这是一本书做设计的，他的一个做的一个影子哈。那我们为什么会谈到他呢？也不是说刚好时间在这里了，突然间让我感觉到说。我们说，我们一生要敬拜神，那什么样的人在敬拜神呢？我觉得高牧师就是一个最棒的一个例子哈。那些事迹我们大概都晓得，不过普遍大家最敬重的是他的人格跟他的品德。我们算是他的后辈了，每一次跟他开会或是一起做，他是正襟危坐的，而且是都不动的。那个脊椎骨是挺直的，他不会乱动的，那可以坐了好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已经腰酸背痛，还是坐着，然后说话穿着都是这样子的，让人家感觉这个很难达到他的标准了哦。不过当然这个是他的训练，他日本时代的训练哈。神学家德国的神学家莫特曼博士，他很尊崇高牧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基督教若有证人，那就非他莫属了。”我们台湾人自己讲自己播没什么意思啦。是人家是德国的现今最著名的神学家莫特曼博士。所以呢，他的整个形象让人家会联想到南非已经过世的总统曼德拉。就他的人格感召，让他觉得说，在他面前就觉得肃然起敬那种心意哈。那这个是莫特曼博士，他常常来台湾来讲学，在较年轻的时候哈。那我们说从今天敬拜的主题来讲，高牧师他是一位敬拜上帝的人，就是真实是在他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而不是做一个礼拜的基督徒是一个全时间在敬拜神的人。因为他就刚刚我们提的，他花了时间跟上帝相处的人，因为他跟上帝成为朋友，因为有跟上帝成为朋友，所以他在做很多事情，甚至是要牺牲生命的事情，他还敢这样子做。那如果没有上帝可以依靠，我们谁都想要明哲保身嘛，人都想要脱离这个凶恶嘛。但是因为神告诉他说没关系，我听你，所以高牧师就经历了这一个惊涛骇浪。
所以这几天我看到网络有几位同工在纪念他，我觉得这几点还蛮符合他的心意哈，或者他的一个行为，就是说高牧师接纳了走投无路的来者。我们都知道是在美丽岛时代，他接纳了施明德，而且是无条件的。因为这样，他就入狱了4年3个月2星期又1天。你注意看哦，4321啦，就是这个日子很巧，4年3个月2星期又1天。所以这句话让我们看到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因为当时呢，施明德他是被当成首要的通缉犯，如果去报告的话，可以得一大笔钱，好几百万的钱。但是他竟然还为了接纳他而牺牲了他的一个4年多的监狱的生活。那大家觉得说，在监狱里面那多痛苦的事情。不过高牧师在监狱的时候，他写了好多感人的诗，其中还有诗放在我们现在的新圣诗里面。他写的诗集还出版了。他重要的是他在监狱里面当成他的讲道的地方，做见证的地方，当成福音的合场。所以因为福音的缘故，有事有受冤狱，但是后来原谅了对方，因为他被高牧师的人格所感召了。再来有黑道，因为在监狱里面跟他认识，也要信耶稣，他的生命跟生活也跟以前不一样，人生观也跟着改变。我们的长老教会的一个标杆性的人物离开了，等于一个时代的结束了。我们新的时代怎么样塑造这种敬拜的人，是我们现今新的一代我们基督徒所要学习的。因为有时候有榜样哈，很容易学啦，用讲的讲不好，有榜样最重要。他写了一首诗，他说：“我的祷告，上帝啊，求你赐给我如泉水一样清澈的心灵，如高山一样坚固的信仰，如百合花一样芳香的品性，如香柏树一样健壮的体魄。为真理奋斗时，求你使我如雄狮一样勇敢；为公义受苦时，使我如羔羊一样的温柔；为爱劳碌时，使我如水牛一样坚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这是他自己写的，他的书法哈。那我们感谢神，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一样的人物，标杆的人物，让我们教会有一个依靠的力量，借着他跟神建立的关系。第二个，我们一起想说，跟神建立朋友是跟他说话；第二个是借着不断的默想，不认识上帝所说的话，就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就好像说，你跟着你的好朋友，他的习性，他喜欢吃什么喝什么，你都一无所知，那你怎么可以做人家的好朋友呢？他的脾气，他的喜欢，他的个性，那我们认识上帝，就是成为他的好朋友，就是要知道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读圣经。所以，常常默想上帝的话，不是一种习惯行为，而是你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有一个对比了哈。当你心中不停地想着某些难题的时候，很多困扰、很多挑战、很多生活上的难处的时候，他说这个叫做忧虑啊。常常在想事情，但是脸眉头皱皱的，脸都憔悴的，那个叫忧虑。但是你如果心中不停地想着上帝的话，那个叫做默想。所以默想跟忧虑只是一线之隔。其重点是你的思考是从哪里出来。各位弟兄姐妹，默想上帝的话，就是让上帝说话。默想的意思是你自己不说是从上帝的话一句一句在你脑中浮现，然后上帝的话借着某种启示，那给你那一个新的启发。那最近在圣光神学院要举办一个释经讲道的研习会。他是为了纪念一位华人伟大的一个讲道家，叫沈保罗牧师沈保罗牧师他已经过世好几年了。他是释经讲道一个
一个专家哈。所以大家为了纪念他，就常常举办这样的研习会。那在台湾啊，这一次要在圣光神学院举办。他自己讲说，他平均一年把圣经从头到尾读20-30遍，20-30遍，不是2-3遍，是20-30遍。就这等于把圣经当成天天要吃的食物一样哈。我们今年开始推广，我们弟兄姐妹一年能够读1次圣经，哇，那时候已经是很大的门槛了、挑战了哈。我们还讲说2年也可以啊，3年也可以。那其实是那个习惯的问题了哈。因为沈保罗牧师他这样讲说，圣经不是读1次就够，而是越来越熟，每次读就会越来越熟，应用上帝的话就更纯熟了。所以上帝的话不是一种知识认知而已，而是形成你生命的一部分。当你遇见某一件事情，也许是处理一件事情，或是思考到一件事情，或是看到一个现象，你有圣经的话就跟你对应。那你熟悉的时候，好像一种自动 match 一样啊，你不用思考，它自动那段经文就跑出来了。那我期待每一个基督徒啊，虽然没有办法像沈保罗牧师那么的功利啦哈，但是圣经会熟悉，因为它是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沈保罗牧师哈。那他读了圣经啊，你看右边他画的密密麻麻，而且写了很多小字哈。我想哇，其他人看不大清楚了，他只有他看得懂，因为里面画的太多了哈。各位弟兄姐妹，最后我们一起分享说，我们跟上帝建立一个深厚的友谊，我们怎样这个步骤就对了哈。这个步骤，对不起，关掉了。那请同工帮忙一下，我们刚刚有讲啊哈，上帝主动要跟你做朋友，好，这个是神这一边，但是你可以选择你要跟上帝多亲近。刚刚我不是讲过了吗？沈保罗牧师读了20-30次的圣经啊，1年啊。但是我们也可以就是当成一个空白的基督徒，反正有名字就好。这个都是不一样的哈，都不一样的。那有一句话说，友情不会自动发生啦，需要渴慕的心。你要跟哪一个人建立朋友，你平常也不探访，也不拜访，也不联络。你说你跟他做好朋友，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哈，好像有时候事情要麻烦别人才去拜访，感觉上心很虚，对不对？平常都不打招呼有事情有困难才要找人家。那你如果平常建立好关系，你困难人家朋友自动就来找你啦。所以呢，友情不会自动发生，需要渴慕的心，你有一种恳切的心。人家会感觉你的情谊哈，你的情谊。所以呢，我们跟上帝建立友谊，就是要用这种态度。第一个，我们选择对上帝诚实，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坦白啦。因为你在好朋友面前，你还那样掩饰自己不讲真话，一些困难也不讲，那怎么像是朋友呢？你根本他不知道你的需要嘛。那跟上帝也一样。他说：“上帝没有要求你完美无瑕，但是他坚持要求你诚实，完全的诚实。人不足是是合理的，因为我们软弱嘛。但是在神面前不用装了，不要戴面具了。就神啊，我就是这样的污秽，这样的软弱，这样的跌倒，这样的不忠诚，求你赦免。”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跟神的关系，如果你心中充满了怨气，你很多苦毒，你很多跟人家产生了一种那种怨恨在你心里面，无论是事业上的也好，家庭的也好，或是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你产生怨恨的时候，你就跟上帝成为好朋友的一个障碍了，因为苦毒会阻挠你跟上帝亲近的关系。第二个程序是我们要选择以信心来顺服，因为你爱神，你愿意跟随，所以你就会顺服他。就像前几次我们说要顺服，要听命，就是愿意照神的意思走。第三个，必须看重上帝所珍贵的，去关心你身边所关心的每一个人。意思说，上帝看重什么，你也看重什么；上帝在意什么，你也愿意在意什么。你愿意照神的旨意去关心那些软弱的人，
而不是锦上添花。第四个，我们要可想跟上帝为友，胜于其他的事情。也就是说，好像很渴慕、很极大的盼望这样子。当你越是上帝的好朋友，你就会越关心他所关心的事。就像好朋友不用讲，就知道说啊，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最后，你最重要的关系是跟上帝有多亲近，那这是由你做决定。上帝愿意跟你做好朋友，但是你愿意跟他多少的距离，是你自己来做决定的。我们期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一步一步的，虽然不足，但是愿意突破种种的障碍。因为你要先处理自己，对不对？处理你的心思，你自己的软弱，你自己的不足，你被外界所捆绑，这些部分，这是靠神的力量，靠圣灵的力量帮助你。我们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境界都不一样，啊，有的很深，有的还在学习当中。不过最后要讲一个比较轻松的事情来做结束哈。在希腊有一个阿索斯山自治修道院州，是在爱琴海。希腊这个半岛在伸出一个小小的夹角，有一点跟陆地大陆陆地有点区隔的，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是东正教的一个圣山哈，叫做阿索斯山。那它是全世界现在存在的唯一的神权共和国。现在它是属于希腊的管辖，但是它独立，有点自治了哈。就是因为里面都是修道士，有20几间修道院，有2000多个修道士住在里面。那这个更奇特的你如果网络上会查到很多这样的资料。这个修道院呢，在1000年前就被当时的君王宣布说，按照东正教，你要修行，要跟上帝建立关系，那就跟异性完全要隔绝。所以这个岛呢，当时就禁令说女性，甚至还包括母的动物也不行，很奇怪哈。那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像恐龙一样的一个遗产的，现在还在留在世界。因为平常也不能随便去参观，你要申请，只有东正教的信徒，男生100个，可能是1天吧，那只有10个是对外开放，也许他要审核。那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不是说它多特别，我是想说，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一群人愿意用这样方式跟上帝建立关系，那这是个美好的风景哈！哇，它建立在一个海边那就是在峭壁上建立这个修道院哈。那在傍晚的时候显出了那个温暖的灯光哈，就在峭壁上。那这个美好的仙境哈。就一群2000多个人在这边居住，然后他们一生，他们在报道说，一生有那个从小孩就来到这边，听说是一生没有见过女生。你看他们愿意这样子，把自己完全摆上，那这漂亮的景色哈，如果台湾来讲，很多人就把它当成民宿了哈，民宿就一大堆人去了哈，但是它管制。那这是它的一个海边的夹角，傍晚的时候那个景色很优美哈，大家在这边敬拜神。这是一张照片，是讲到说这些修士呢，没有一个女生呢，整个港口要上船的全部都是男生。这是他们的修道院里面的情景。我们知道东正教有很多很特殊的礼仪有机会去东欧参观，你就会觉得跟我们传统的西方的基督教很不一样哈。那这样的设备，我们看到就让人家感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有几句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学习。他说，这里的修道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每天都寻求跟上帝更亲近，我们全心全力的爱上帝。那也许我们在世俗的生活很多地方会搅扰你，会捆绑你，所以他就干脆把所有会干扰的全部都撇开。那当然有这样的心智的人不多了所以才2000个嘛。记得牧师在10几年前也曾经参加一个小团体，去到
韩国的很偏僻的一个山上，叫做耶稣院。耶稣院是一个国外的宣教士所设立的，他们也是在那边，他们的房子都很简朴，而且吃的东西呢都是最简单原始的，没有什么精致再制的东西。在冬天的时候，哇，好冷哦！要走过去要祷告的时间，要踏过雪这样子。而且他们是天天去工作，工作完一天5次来做礼拜，然后自己自耕自足了。哇，那个耶稣院让人家感觉非常特别，你去体验几天就觉得很感动了。那他们是一生一世都在这里哈。其中一个神父艾科神父说：“我们效法圣徒保罗所说的，应当不住的祷告，所以我们连睡觉都在祷告。你想说睡觉怎么祷告？他就沉醉在神的爱里面嘛，哈。而且这一群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太清幽了，或者是说他们的生活作息太单纯了，所以根据那个统计哈，岛上罹癌的比例是全世界最低的。那些老修士也很少看到说有人患心血管疾病。现代疾病就是你吃太多嘛，或者是被空气污染嘛，哈，或是有老年的一个失智症这样子。而且他们说，他们每天只睡3个小时就够了，因为没有忧虑，没有疲劳，没有那种捆绑，所以3个小时就睡足了。他们就开始起来祷告。所以良好的作息，还有每天的劳动，岛上的修道士免于遭受一般我们文明的疾病所痛苦哈。而且每天规律生活的灵修祷告，获得了身心灵的健壮。各位弟兄姐妹，分享这些是一个有点愚性的，但是我是说，我们人有这么大的对比，基督徒竟然有一群人愿意全时间、全生命，完全跟金钱、权势世界的权柄都放开，为的是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对照起来，我们又何尝一天花个时间跟神建立关系有困难吗？其实是我们被很多事情捆绑住。愿神让我们一起领受这样的祝福，我们跟神成为一个好朋友。你跟神是好朋友的时候，你的心事就可以讲给他听，你的困难可以讲给他听，神会在特别的时刻启示你。我们要一起领受圣餐，我们要做祷告，才一起来领受。